开闸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病房照护常常会用到跟鼻胃管灌食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好，我是周夫人，我姓郑，我爱跟牛奶帮阿公说咯。好，麻烦你嘞。我先去洗漱消毒一下。好，阿公，我农民从头热过，本炒起来炒本哦。灌食前，我爱先取出胃管肚的东西，看前一层的东西有消化无，顺查看一下胃管有啲味道无。打开胃管的盖子前，先用一只手让胃管扎起来。灌食的时间，我本空气干热胃道，才唔爱中毒。我来看取出的东西。假使取出的东西系黄色、无毒黄、咖啡色，那一定要用先生讲。还有取出的东西超过150cc，表示消化唔好，那要用先生讲。好，先问你，俺妹做对帮忙看来判断。取出的东西冇问题，我要开始干咯。牛奶准备好，温度维持37度到40度左右。卡个灌食的空针，本空针的高度比屁管差不多高30到45公分。本牛奶利用膝盖的重力，本它慢慢的流到胃肚。好，俺了解嘞。假使你吃到中度、上呕、头气唔高，表示一下，我就停止灌食。最尾灌30cc 的温水，然后让胃管关起来，就完成了。灌食结束了，维持按样坐等，半点钟后再睡下来。灌食后莫做特大的动作，像吐痰、拍背囊、翻身。灌食爱注意嘅地方多多，是问你的体相，俺会注意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照服员执行灌食前，需先确认病人前一餐的灌食是否已消化，会说：“我要先抽出鼻胃管里的东西，看前一餐有没有消化。”我要先取出胃管肚嘅东西，看前一餐食嘅东西有消化无。我要先取出胃管肚嘅东西，看前一餐食嘅东西有消化无。进行灌食动作前，会跟病人再次提醒，会说：“我要开始灌食咯，我要开始灌食咯，我要开始灌食咯。”灌食时，提醒病人有腹胀不适的状况，要及时反应。会提醒说：“假如你感到腹胀不适、想呕吐、呼吸困难，您表示一下。假使你吃到中度、上呕、头气唔高，你表示一下。假使你吃到中度、上呕、头气唔高，你表示一下。灌食后还需要灌注温水，此时我们会说：“最后灌30cc 的温开水，然后关闭管夹就完成了。”最后灌30cc 嘅温水，然后让胃管关起来，就完成了。最后灌30cc 嘅温水，然后让胃管关起来，就完成了。
完成鼻胃管灌食后，照服员会提醒病人不可立即躺下，会说：“您维持这样坐着，半小时后再躺下来。”你维持按用坐等，半点钟过后再摔下来。你维持按用坐等，半点钟过后再摔下来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执行灌食前，需先确认病人前一餐的灌食是否已消化，会说：“我要先抽出鼻胃管里的东西，看前一餐有没有消化。”我要先抽出胃管肚的东西，看前一餐食的东西有消化吗？我要先抽出胃管肚的东西，看前一餐食的东西有消化吗？进行灌食动作前，会跟病人再次提醒，会说：“我要开始灌食咯，我要开始灌咯，我要开始灌咯。”灌食时，提醒病人有腹胀不适的状况，要及时反应，会提醒说：“假如你感到腹胀不适、想呕吐、呼吸困难，您表示一下。係講你吃到中毒、上嘔、頭氣唔過，你表示一下。係講你吃到中毒、上嘔、頭氣唔過，你表示一下。灌食后还需要灌注温水，此时我们会说：“最后灌30cc 的温开水，然后关闭管夹就完成了。”水尾灌30cc 嘅温水，過來讓胃管灌起來就完成了。水尾灌30cc 嘅温水，過來讓胃管灌起來就完成了。完成鼻胃管灌食后，照服员会提醒病人不可立即躺下，会说：“您维持这样坐着，半小时后再躺下来。”你维持按樣坐定，半點鐘過後再摔下來。你維持按樣坐定，半點鐘過後再摔下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